消費咗500蚊，等於你消費了520蚊，等於我2日工資啊！多謝慧琳姐姐個紅包，多謝多謝多謝。你幾時消費咗520蚊啊？新華哥，歡迎我凌少哥，歡迎啊，歡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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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感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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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呢個慧琳姐姐，我有啲感覺到係邊個喎嚇？係啊，他不是生22嗎？22啊，升21，升21啫。520是你一個禮拜啲工資啊！新華哥呢一個嘅，多謝我哋嘅抱負，歡迎抱負啊！精神龍哥，精神龍哥，多謝龍哥，多謝龍哥，多謝龍哥，精神啊精神精神精神！感謝紅哥為我點亮閃亮啊！嗱，點菜部長佢點呢個閃亮係可以升級升特別快啲㗎，你點入去啊！歡迎我公子哥，歡迎輝子哥。幫我給電話到地方訂個房係嘛 ？OK， 我幫你訂個房。而我幹一輩子都不夠啊，全幹1年啊！陳總嗰度嘛 ？OK。幾多個人㗎？幾多個人㗎？幾多個人㗎？九號手機整好啦嘛，紅哥，手機整好啦嘛？凌少哥，出咗去啦，凌少哥。歡迎呢個5、6個。陣中又放啊，琴晚㗎？琴晚過日飯。嚟最次幫我點讚啊！佢依家咁喎，我話佢啊，傾偈嗰時咧佢用冇人，要一打飛機佢就噥一聲上人啊！真有時候又係開嘢個喎，真係調轉咗。以前啲傾偈呢係好多人嘅，一打飛機呢啲人走晒嘅，依家呢一唔打飛機啲人走晒嘅，有時候真係好服嘅又係啊！又係咩原因咧？你話啦嚇？如果你哋喺度嗰陣，如果打飛機嗰啲人上得特別快嘅嚇，多謝慧琳姐姐啊！今日真係多謝慧琳姐姐大力贊助啊，同埋我家長真係，同埋凌少哥一哥嗰啲大力贊助，真係非常之感謝啊！都起碼贏咗2盤啦，今日啊，起碼贏咗2盤。PK 對手又好重要啊，係啊 ，PK 對手又好重要。同馬丁打嗰隻呢，佢又係特別啲啊！佢嗰隻呢，嗰隻發瘟呢，佢有大哥過來，你坐開等你哋播就肯定上唔少人。你過來，你過來。串燒人可支持啊！新華哥你多啲支持先得㗎，新華哥。新面孔會多人啊？新面孔會多人點麼？唔一定喎，你睇個節奏，係點樣？打邊啲多人啊嗱？打粵西啲又容易上人，打粵西啲容易上人。嗱，你信唔信啊嗱？如果同埋漢總打又係上人，你信唔信啊嗱？
佢同漢中佢唔肯打啫佢嚇。上次我阿媽出鏡，係啊，我阿媽出鏡嗰時係對一少少嘅，吹水嗰時啊，我很努力賺夠80蚊了。係蘋果嗰啲呢又可以，蘋果嗰啲啊，小蘋果又可以，同佢玩又可以。